济公老师慈训，万众朝天，万众朝天，济公老师慈训。我们修道修心，我们办道尽心，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我们不与人争强斗胜，我们委屈自己，圆融十方。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与挥放。我们要低下头，我们理直气壮，我们屈身自如，我们悼念坚强，我们不白牺牲，我们不白来人世上，我们不白过时光。随意人仅系多少苍生性命，看重自己，不需要彷徨，不需要受自己的爱障。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让千万人安安稳稳地直上，让千万人沾到慈悲之光，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让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让千万人的九玄七柱一齐沾光。弥勒净土有种吃素立清口愿将来他们没有反倒拜这将来回天是要到那个弥勒祖师的多帅天宫。内院的有立清口愿的是到内院，已经没有男女的欲望，但是比较容易成道。外院的话，没有立清口愿的，只到外院，还有男女欲望，容易号称小极乐很快乐的地方，但是容易堕落，有堕落的危险。